桃园的消息，跨年暝天团五月天伫桃园举办演唱会，也阁有6个人，拢是伫自主的健康管理时间呢，走去看演唱会。其中5个人入去会场内，指挥中心就启动天网，由桃园市政府的人去抓人，陆续伫10分钟内找到因。这人讲，伊唔知袂使参加大型的活动，为是讲当作讲已经超过自主健康管理的时间啊，也毋过这拢借口。桃园的卫生局表示讲，依法上悬会使罚15万。 热情开唱，要陪歌迷做伙看年，用上海的歌声，用笑容做伙迎接2021。失去的我，让我更懂得珍惜了。因为你日夜相伴，所以我风雨不息。团员亲情发话，每一句拢讲入迷众的心肝内。不过，在伫歌手白安出来唱歌的时阵，场内出现状况。 这位黑色目镜的查甫，互桃园市政府防疫小组的人调查，随行带走。原来场内有5位自主健康管理者，有收到 CDC 的通报，那有疑似自主健康管理者进入会场。 那我们也依照 CDC 的这个通报的资讯，然后立即将这个疑似自主健康管理者带离现场，那由卫生局即刻做调查。五月天的公司强调，各类自主健康管理的迷众，伫演唱会一开始就互发现，而且互请出去。 桃园市政府表示，指挥中心的天网发挥作用，随间带走进行调查。若是有违规的事实，嘛依法罚1万到15万。嘛提醒五月天刷落来，桃园、台中、台南拢有表演。为着防疫，五月天唔雅甲演唱会延期，阁有13条防疫的规定，付出5000万的成本。 其他检疫的人，或者是自主健康管理的人，千万唔通互欢喜的演唱会变做台湾防疫的空棚。